请大家一起来观赏吧！好，给我们再大掌声，掌声鼓励。有一天，玛利亚在路上卖一篮花。有兰花嘞，有兰花嘞，小姐，小姐买一下，小姐。哎，小姐想买就说嘛，在干嘛？小姐买香跟我会哭了。买香，这是什么？玉兰花，你看。我觉得你们很美。超好，美丽了。哎，小姐，都没有人要。不要乱抓。怎样？都没有人要买。对呀，你们台下的要不要买？你们，暂停一下，暂停。对，后面看不到了，到前面，上面，上面。拉起来，噔噔看拉起来。挡到我镜头了。他昏倒了，我用我的玉兰花来找了。这是哪里呀？这里是我的地方。我刚帮你治疗，总共是1亿8千万。亚瑟，耶稣，好。我要给我的名片，等一下哦。对不起嘛，奇怪。给大家看一看。陈始天，天使城嘛。再见。有没有看到？我有他的那个从屁股里面出来。我现在要告诉约瑟，我有小孩了，我现在回家了。约瑟在工地上班。这个没有牙齿的，把它跟他打下来，会打到没有牙齿。跳舞嘞，跳街舞嘞。来，掌声来！跟一件坏消息要告诉你，你想先听哪一个？好消息。好消息就是我有小孩了。坏消息呢？不是你的。不是我的，那是谁的？是天使的。约瑟非常的震惊。噔噔。为什么会有？因为他说是圣灵感应的。什么感应？什么感应？我现在给你他的名片，你自己去跟他讲。好可怕，好可怕。对啊。我先去卖玉兰花了，再见。那个名片一定要从屁股出来。不是很生气，你要每天洗。
点。你愿意娶她吗？好，我愿意娶她。哎呀，好恶心！你牙齿怎么这样啊？不要，我娶玛利亚。好，很好，好，好，快！你要干嘛？我娶玛利亚。我说，你愿意呢？我要走了。你要娶她哦。好。找玛利亚。玛利亚。好了好了。我要娶你。亲亲亲亲。为什么要娶我？因为我爱你。安娜。好了你。那我们。喂，这里是户政事务所，你先要到伯利恒去户口普查，马上。马上，我们要去那个伯利恒。好的。深受害怕。做什么？不要害怕。后退，害怕，后退，不要害怕，后退，不要害怕。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大消息。我们要去看一个，看一个婴孩。叫什么名字？耶稣，耶稣。所以呢？你要赶快去看耶稣，看耶稣。怎么样？羊怎么办？叫他们乖乖的。好，你们听好，不能逃走，不然我把你们开除。我知道。3、6，去。伯利恒。约瑟跟玛利亚终于辛辛苦苦的走到了伯利恒。好累啊！这个鸭子没有没有看到肚子啊？好，有没有找房间呐？不是，他们在照我。哪里？这边有亮亮的。叮咚。你们要干嘛？找个房间。有没有睡的？
哎，干嘛？找房间。房间啊？还有房间吗？没有啦，没房间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没房间了，没房间了。是不是你们呐、把我们的房间都占对，走？排队，我要插队。对，我比较重念。我们找房间里。很累，很累的找房间呢。那么多人。哎呀。老板，我们要找房间，房间是吧？没有房间呢，没有房间了。哎，约瑟被饭店的老板给迷惑。结果约瑟跟玛丽还是没找到房间。再去找另外一家。打电话给你朋友啊？对，打电话给朋友，快点。你的朋友好像都没有呢。有，我有朋友。几个？一个啊。谁？你啊。傻。哎呦，还是有朋友。前面。房间。好脏。臭。好没啊？爸。不是。房间。我们有马槽可以让你们住啦，走了，没关系。我们住哪？约瑟跟玛丽就到了马槽里面。哦，好累。那么臭，都是马的大便。这什么啊？张丽丽，很紧张。那个。干什么？你要放屁吗？放屁，我去拍一个窗户。等一下，我要拍窗户你。你干嘛？我去拍窗户，我去放屁。流血了！流血了！电话！电话！我的电话嘞！我的电话！我的电话！我的电话嘞！干什么？耶稣已经生出来了，赶快一点，快一点！啊，护士，我们有生小孩，快点，哪里找？在那个的地方。赶快，快点，赶快！快点！来了！什么？开门！哪里有孩子？这边，赶快点，很冒昧。很好啦，一直快给我，来。啊，等一下，要生了，然后那个助理去拿那个热水，快点，这边。啊，好。
接生了，接生了，耶稣终于要出生了。注意哦。小婴儿出来了。洗澡。雅生了一个男孩。总共是83000万。小孩不简单，我们生的也不简单啊。我拿钱。好，谢谢。欢迎下次生的时候再找我，拜拜。拜拜。看全部的钱都被拿走了啦。我们坐一下。你累个生呢？我累得叫嘞。你笑得出来？我是跟着星星，终于来到马槽书店。终于到了。坏掉了，你们！野孩子呢？怎么办？我是博士哎，什么孩子？什么博士啦？哪里博士？东方三博士，西方的。谁相信你们是博士啊？你们？你看清楚。那么丑。那个道士，东方三道士。那是博士好吗？博士，有没有看得到？国图。我的博士掉下来。好，请进，谢谢。阿里阿多呢？起码结束。啊，吉博士干部，我们是来看耶稣的。你好，耶稣啊！亲爱的耶稣，我红烫了你们。他都没有骨头了。对不起，实在太可爱了。我们亲爱的耶稣，他终于诞生了。不要听到，对不起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的目的是，我们要给他礼物。可是礼物哦。有礼物喽！哎呀，不是你的啦，紧张啊！礼物哦，很精彩哦。啊，等一下哦，要有一些时间给我搬家，太多了。我们要给他黄金。黄金哦，黄金块。不是给你们的，不是给你们的。我没关系，是一样。还有，等一下啦，紧张啊！莫要，等一下，看清楚，莫要，不是不要啊。那个。还有啦，五香。这是什么？五香。哦。乳香世家，保护我们全家。乳香世家。我们是牧羊人。牧羊人呐。你们来干什么的？我们来看耶稣的。那不是看我的吗？不是。可是他们都有带礼物，你们怎么没有？就
是因为没有带路，所以我们要唱歌。唱歌。对不起，打到自己了。哦，漂亮。